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气类嘅节目。基本嘅咧，老大家咧讲香梅，不过了解香梅唔系嘅主菜，食盘嘅香梅，系上次咧你身体做啲高解，试试嘅香梅，不下嘅空間嘅香梅，系冇系上副嘅香梅，按嘅香梅本意起到心情變到動好，係用應嘅香梅，用應嘅香水咧，繞牆度係了解香水嘅重扮演。呢度節目老大家咧歡迎機器馬莎利機器呢個潘怡清分享。大家好，我是 P7 創辦人潘雨晴，主持人好。耶，歡迎雨晴，好開心哦！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那條的小改，就是香氣香水，一個會讓心情變好的東西。如果一塊寫在小改之前，大家不知道這個現在市面上已經很搶手了，但關鍵就是我們都不知道，原來你是花蓮給他尬音呢，所以是花蓮客家人。對，富里的客家人。對。但你從小住在花蓮過嗎？對，我是小時候在花蓮，然後高中才上來台北的。哇哦，那你知道我們有一個歌手娃娃，也是哈尬音客家人，對，跟你同鄉，對，跟我同鄉，你們真是地靈人傑啊！很多這個優秀感音哦，真的。所以，那你是從小在那個環境有談過哈尬法嗎？有聽過客家話？有，小時候阿婆都會跟我講客家話，真的。阿婆會說什麼？吃飯、吃飯，隨性。然後還有跟那個阿公吵架的時候，就是不想讓小孩子聽到，就會特地的用客家話。哦，就是但是比較沒有環境走在講什麼。對，而且我又有一些就是挑白東東音，很因為讓阿公阿婆帶，然後又怕好像要講秘密的時候，是比美感時間是不要給人家聽到就講客家話。叫我們怎麼學？對，就是不要讓我們發現。是，不過不會，不過現在還是會覺得說哇，可以知道自己的母語嘿哈尬法多一種語言也很開心。對，就是每次聽到我姑姑講客家話，我就會想起我阿媽，就是對，就是會有一點懷念的感覺。看起來以前跟阿媽很親。因為我是阿婆帶大的。常常哈尬歌很多客家歌手啊，在寫歌的時候都寫跟阿婆有關。我想說為什麼大家都跟阿婆有關？你就知道在哈尬跟以前的那個社會，其實不管是因為就是阿婆就帶小孩嘛，就是你就跟阿婆的感情都很好。對，因為那時候聽那個娃娃在分享歌曲的時候，也是跟阿婆都有關係。好，太棒了哈！我們今天又知道我們有一個花蓮之光哈，講到你下邊，一開始講到你嘅花蓮之光，講到香水兩個事情，然後抬高的小改，就是我們要講的是客家味哈尬味嘅香水，香水然後走的哈尬味，我剛說香水，有客家味，所以講我們這邊有3個很棒的味道，對不對？是 Same 案講，然後紅桂跟巴拉巴巴，那你好好介紹一下。是，這個三秒安講其實創作的靈感是來自於阿婆，就是阿婆。對，以前回家的時候都會有阿嬤的那個碰混啊，然後還有他會用那個雪芙蘭，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就是藍色的。天哪，這樣會透露年紀嗎？我真的知道雪芙蘭那個牌子，對，然後藍色的圓圓的盒。對對對，因為那個阿婆都會用那個擦手啊，然後有的時候我們手也會擦我們，就是因為就是客家阿婆都會喜歡照顧小孩子，都會用就是類似，就是那個味道對我來說就是很熟悉。但我長大過後就沒有再聞過類似像這樣的氣味。對，所以我們你就研發了一個就是像是那種氣味，你現在要跟你分享一下。哇，太棒了！給來朋友先到台高來講一下，所以其實還有一個，我覺得對他來說，對記憶來說是一個阿婆的記憶，然後也是一個時代的記憶，對不對？然後碰混啊，對，就是有一些復古式的花香，然後就是小時候我必須要說真的很復古，對，你知道有一種味道很時尚，但有一種味道很復古，對，但不是好壞的那個分別是。哦，我覺得我可以理解，是，我覺得復古會變成另外一個流行哎，對，像這一支在日本，就是日本人非常喜歡，因為好像有一種時代的感覺，愛我們吧，是不是？你看又沒誰會按講，對，真的，哦，很棒，還有聽一種桂花，對，紅桂，也可以分享一下。哇，我今天會不會在節目裡面聞超過太多的味道？然後我等一下就突然失去這種香味之後，會覺得人生很厭世。
会不会？希望。对。那大家咧讲一下，俺哋大家有安样嘅经验冇？其实大家有发现冇？因为台北的客家种改时节都会有那个红砖墙，红砖墙外面都有桂花树。对，现在当然是没有，不过台北种海前面都有桂花。哦，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对。因为小时候不是都客家庄都会有那个红妆，然后穿过就是大街小巷就会有那个飘过来的桂花的香气。哇，所以乡亲朋友会讲，大家有一个时代的记忆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会带我回到那个时代。因为连下赌台北，你夯到该盖路红，也冇可能有安用盖梅头桂花。第三个迫不及待，好，巴拉巴巴。啊，这个哇，我觉得我对于香水的形容词很少，今天会整个自曝其短，我只能说，很舒服，很香，时代的记忆。是，这个是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乡下小孩嘛，就是会光着脚，然后跑。那常常就是会跌倒，那跌倒身上就会有泥土的味道，还有那个就是糖果身上都脏脏的，会有甜甜泥土的气味。如果现在要我在这3瓶带1瓶回家，我必须说，台尬熊我会选择什么？小朋友才做选择，我没办法选择，我3瓶都要带回家。为什么？因为俩黑哈嘎梅。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必须要讲这个味道，跟我们一般好像在女生身上会闻到的那个香气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每一个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味道。是，所以大家都来系嘛，介闻介做到咁讲，因为你客家界客家種洗腿嘅經驗味道，有桂花嘅感覺，有奶嘅感覺，就特別阿婆真的復古的香味，我覺得真的很喜歡。這3張就先不來帶回家，好不好？我可以放在自己的衣櫥是可以的吧？可以，好棒哦！不要太羨慕我。不過講到兩片，其實大家係都幸好做啲用嘅香味。其實這邊你也研發了一個整香噴霧，對不對？整香噴霧其實跟那時候疫情有關。对，整香没有金条啦，是昨天家里的这个枕头可以喷的味道，因为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主要的客群就是日本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哇，好想要去台湾，但是没有办法去，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这也太感人了吧，这也太感人，很想来台湾，不能来。对，我们有很多粉丝就是说，哇，好想去台湾，但是没办法，然后一直写讯息说，P7 还好吗？很想念你们。那我想说，就是为就是被困在家里的大家们做一些就是真香，就是当你喷在枕头，你好像到了我的故乡，或是到了台湾的各地这样子。你在喷的时候大概来地了，以后如果不能来台湾玩，送他一个整香，这就是台湾的味道，是不是？是啊，没有，还有退后一点，推翻改关公哦，这是傅里仪。你应该有闻到很熟悉的味道，就是月桃花。真的，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哎，所以这真的就是可以直接喷在枕头上。对，喷在枕头或空间或织品上面。所以如果等下我回去家里读封建地读，就可以拿一个对空气喷一喷，所以我的空间就可以有这个，是不是？对，然后衣橱也可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真的觉得这个让我觉得很舒服，难怪它是整香喷雾，因为你就会觉得他睡觉的时候你也会帮一起的动树手。讲到两边大家是不是地空？很可以，可惜到大家都少改动某种铁树改美术。不过讲到两边，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因为两几年动流行精油，其实精油也会让大家觉得很舒服，比如可以舒压啦，对不对？所以香水跟精油都有一样的香气，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是单纯的香气。对，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香水的设计，其实它就是美化嗅觉，它的功能。那因为精油它本身是有疗效的，因为它是直接的被萃取出来，那所以就是会有本身那个植物的疗效。那因为香水的它的原料是它还有单体，它是再从精油里面分离出来一些，然后那它已经失去了一些疗效，但是它是可以美化我们嗅觉，包含我们心情。真的，系讲大家维持到基本的心情冇买好的，所以系讲身体有一些香味嘅时间，整个心情会变得很好，本来不好会变好。不过讲到两片，其实你少改黑，你洗腿给改香水改气味，还有比如说像整香。3年下来到台湾来讲非常有意思，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跟茶有关，台湾一定要茶。台湾在1950年它是茶出口，这对我们来说多棒，对不对？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经济。
讲到鸦片，是不是跟你的这个等一下有喉咙小改一下？我们先还有1分钟，先讲一下，是不是也跟你曾经做过茶师习茶有关？对，因为那时候接触茶可能有5到8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想就是爱上了这个茶香，然后再就是台湾茶有各式各样，所以茶的变化有很多种，那时候就想要把它保留下来。所以你也曾经从花莲东部也到了台北的，比如说像圆山饭店走谁，在那里学习了茶，是你真的了不起，很想站起来拍手。对，然后这就带给你很大的灵感，所以你也将茶这样的一个概念到细微，把它发展成一个发展变到嘿茶梅界香水从哦。係哇，鄉親朋友睇到就咧上看一下，到底茶界香水形容應該梅水，大概是聊下，等下再嚟講。上堂节目老大家在小改有客家梅的香水嘛，有西梅暗酱，然后还有这个是阿婆的味道，还有泥土的味道、桂花的味道，还有讲到哦，日本人冻好还讲到哇，就是哇，这喷在枕头上或是空间上那种很，我觉得是来自于富里的味道。如果听得到大家在讲的是茶。所以3年后呢，我们要来喝茶了，是不是？是，今天就是为您带来了，就是金萱茶，荣幸。对，其实金萱茶也是台湾很多朋友喜欢冻好令改茶哦，而且其实茶真的很代表台湾呢，在1950年代的期间，其实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哦。是，所以今天你就特别因为你过去的生命经历，习茶习了很多年，然后特别就做了茶的研发。对，当初就是因为爱上就是茶的多变、不一样的样貌，所以才想说，台湾有这么好的气味，怎么没有被保留？所以就是开始就是着手了接触，就是香水原料，想办法做出茶的味道。所以像这样的味道，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去感知那个味道，然后不断的好像研究一样，然后堆叠，然后萃取，你觉得应该是那个味道，对不对？很有趣耶，因为台大在喝金萱的时候，都会觉得金萱有一个奶味。是，你为什么会选金萱？因为当初其实在做的时候就想说做出一个经典，那刚好金萱茶它是台湾独有的，然后它又特别经典，然后再来就是台湾人也很熟悉的，所以我就以它为主题去做创作。OK， 所以等一下我会喝到金萱茶这种享受，然后还有走在皮都金萱茶改香味，对不对？是，很棒哎。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潘董在倒茶的时候，没有创办人在抖茶，我问一下，因为一般来说，像我们有时候去逛香水或是买香水的时候，每一种味道你要去区别自己的喜好的时候，它会。你知道，比如它可能会有一些咖啡豆让你闻呐，那像比如说像你刚刚就给我闻了很多气味，那我现在要好好来告诉一下，用盖木头的时间，我要怎么样？我就用茶来替代吗？对，其实热水、热茶都可以清理鼻腔，因为就是透过就是蒸汽，然后可以洗清鼻腔。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我们闻了很多香水不舒服，没有办法再闻其他香水的味道的时候，对，因为我已经闻不下，我已经无法辨识了，宠猫。有一个最快速的方法，就是闻自己的味道。对，就是闻自己味道，然后它可以马上有一个味变，然后你就马上就可以再闻其他。好，我们令茶呀走带宠猫，对不对？喝茶也是可以的。是哦，所以乡亲朋友，我想也都有意思诶，是讲你耳朵改变会去来辨别来某种改香水改世界，其实令茶也是动好。我觉得这张香水的哇，请喝茶。我们整个在一种很奇特的这种你知道这种一种。既和然后又既矛盾的一种感受，里面很有趣。是，好，这真的是金萱茶。是，它有那个香气。好，这个台家把到年仔，到台家的小改茶吼。
它的那个奶香气是很自然的，对然后它喝下去会有淡淡甜甜的感觉。那我可以让你做一个比较，可以。所以你看，它另改是茶改味头，所以天天下来我要闻的是茶改香水，没错哦。我很大胆呢吼，现在就是直接现冲不一啉茶，然后天天不一皮改嘿茶改香味，吼，谢谢思梦妮。对，可以比较一下，就是刚刚的气味可以做一个对照，是，绝对不是阿婆盖味头，也不是泥土盖味头，这真的就是另外一个，对，我觉得这味道蛮中性的，可以这么说吗？是因为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元素是台湾檜木。对，难怪，所以我觉得它很中性，有一种木质味，对不对？是，它在前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调和？主要是因为金萱茶它是代表台湾的文化嘛，茶文化。那大家认识台湾，就是想说台湾是一个森林岛屿。那时候就是想说用台湾檜木来带出所以除了个人喜好之外，是不是这个味水亚冻适合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就是男生也适合用？是，其实我们的香水主要就是以环境或是文化或是一个场景来去做创作。台港你有谈到，我刚才谈到你个雨晴分享个细节，佮讲两张味水有前调，对不对？其实就是说，其实大众个香水佮有某种在盖团个味水，对不对？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对，其实基本上前中后调就是以原料的特性，比如说像木质调，它比较沉，那它会在比较后段的时间表现出来。那像柑橘调这种就是挥发性的气味，所以它会跑到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好香。对，就是柑橘调啊，比如说像柠檬啊，类似像这种的，其实它是跟原料的特性有关。那其实这个金萱茶很特别。我们把它的那个木质调设计在前面，其实这就是在挑战，就是原料的特性。所以其实就是你放在身上几个小时，会觉得好像过了2个小时之后，你闻都感皮都感味水摸 Q 了。好，不是说2个小时就摸味水，你得按用个意思，就是你一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它随着因为还是会越来越淡，你就会发现你会闻到一个你后段才闻到的味道，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伤心你卖用水改世界台高围绕你会复印讲你希望前段、中段、后段可以呈现出怎么样的感觉？那我觉得等下也动改应该喜好很个人，对不对？没有好坏。其实你讲到俩哈，你香水不引起到性冲动、荷尔蒙，就刚才有讲到您性体改香水、空间改香水，所以接着就讲说哇，其实空间也是，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有跟蛮多这个算是联名，对不对？对，品牌合作。好，你长补水狗还有改。相控哈改木抽头艺，我们这一档戏应该要早点找雨晴来合作。我们有一个最 man 台剧，应该也是我们觉得什么是男人的味道，或者是一个火烧岛的味道啊？你狗俩是你们也有跟航空公司联名，是啊，比如说像星宇香，是不是？对。我有点嫉妒现在，因为其实那时候是刚好有做一个客家文化的气味展，因为那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客家的味道是什么味道，所以我就是做了一个客家文化的展览，然后可以在里面闻到各式各样，就是我们小时候客家人小时候的味道大概是怎么样。那刚好他们的窗口有来看我们的展览，那他就觉得说哇，原来味道可以做这样的呈现，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品牌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属于自己品牌的味道？我最喜欢听到他刚改味头，我私心对，因为他刚是为熊公，其实味道这种东西其实有很多的诠释跟很多的转译。对，台湾为熊跟斗台他刚改味头。嘛，改而且雨晴他就做了很好的诠释。我今天好喜欢听到时代的味道，阿婆的味道。想想看，以前我要讲一个很古老的台高总得小哦，
我们地台咖地包，你知道以前会有明星花露水哦，有，很浓郁。哎，不好意思哎，该用心冻冲我该沐水呢，对不对？其实Samuel An讲的设计有一点点在想要带出那种对明星花露水的一种那个时代的记忆，对雪芙兰我真的记忆超深刻，蓝色圆圆塑胶盒，永远放在客厅的桌子上面。对，为什么要放在桌子上？然后随时可以用。晚上可能走拿来擦小腿，是不是？对。啊，真的是时代记忆。今天真的很开心跟雨晴这样聊，共同聊片。其实有一个得奖的香水一定要介绍，今天好。我要哭了啦！怎么会有香水得大奖？对，这是获得2022年 A Plus OA 的独立设计奖。对啊，其实就是，如果说 ND 推翻的影视这个戏剧是金钟奖，然后电影是金马奖，这个就是了，对不对？香水奥斯卡。那对，这个是老茶的味道，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就是我知道为什么他第1名了。我这个时候也要假装自己觉得他第1名，真的很不可思议耶！是，就是老茶罐打开，然后有旧木头，然后还有就是陈年的气味。我选他，好，恭喜得奖，恭喜得奖。哦，这个，而且那时候的评比都是用盲测的。可是我不敢相信他在身上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哎。其实他在身上的时候，他的后调很好闻也可以带出就是个人的特质。等一下可以试试看。我不能想象这个味道在身体上，因为到你一半熊改用水摸 Q， 你只会觉得它让你很舒服，然后很舒适，然后你会觉得。你在这个空间你会非常的舒缓，可是黑公你，可是我今天要去做一个很激烈的简报，然后弄这个味道是可以的吗？就是你像黑公你要以送办，然后做一个动级别改报告，然后说太高好，然后用这个，我觉得这可能可以让那个报告可以加分，那也感受呀。可以，我们之前还有人特地用我们的香水去谈判，后来谈判成功了，真的。因为就是可以让人放下警戒、放松，然后接受。对。好吧，我有去谈判的时间，我用提醒别人奥斯卡改用水，让对方放下警戒，而且很舒缓，让他心灵很舒服，那我就可以说服他，对不对？是。哇，今天这个分享实在是太赞掉咧！还有嘛改眉头，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讲。你批过后第1名的香水之后，那台高的小改改，我觉得是特殊味道，对不对？我觉得很可爱。锦溪动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突然想到有真奶的味道？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有自从得奖以后，我们会到就是各个不同的国家的邀请，然后去说为什么会做茶香水这件事情，然后刚好就是到越南那边去演讲，那边的越南人把台湾的珍珠奶茶视为是奢侈品。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人手一杯星巴克，好像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很有品味，但是他们是人手一瓶珍珠奶茶，然后就很有品味。对，然后就杯子都还不会丢，就是觉得说哇，我喝得起台湾的珍珠奶茶，所以他们就说，那有没有珍珠奶茶的味道？所以那时候才发现做这个气味。所以好可爱哦，上面还有黑点点。是，对，很难想象一扎香水让你改进驻奶茶有关系，所以大家有发现冇？你少改度了哈，其实会发现雨晴做的东西都是跟台湾有关系，不论是让客家，还是让你改宽给有，好紧张。黑糖珍奶。真的是，而且是全糖，因为那时候他们希望是全糖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可能习惯喝就是半糖啊、微糖，可是越南人就喜欢喝全糖。我真的知道这种感觉，可是我要跟到台高的分享一下，因为台高有多空气就动小孩令进驻奶茶是被希望讲通好烧的，可是有厨师跟我讲，好，那就不是真奶，他觉得真奶就是要全糖。
就是要长成那样才叫真奶。那你种的软控甜，通软烧一下，他就说 This is not 那个不是，所以你要紧其实很全糖。如果你们怕真奶糖太多，可以用这个取代。是，就是用闻的比较不会怕。木通，对，用闻的。然后因为太甜了，所以我就是做了一个珍珠奶绿，就是用绿茶的 base 去中和那个甜味，所以它就会有那种茉莉绿茶的淡淡的花香，但是还是真奶的感觉。它是奶绿，对，刚刚是那个奶茶。就是红茶base跟绿茶base就有一点不一样。我比较喜欢奶绿。台湾人应该都会。你刚刚那个表情，你刚刚那个表情是很认同。对，认同。说，因为黑糖真奶真的，对，但是越南人就非常喜欢。对，可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怕胖就可以用闻的。如果真的哇，好想要喝珍珠奶茶，就闻一下。我们现在来用用嘴来代替无感体验呢，真的是你可以有想象，感受一下你这个。好，我喝了，就是还用盖感高草猫。其实带讲很奶茶，其实还有很多特殊的味道，对不对？是，今天就是可以分享，就是几个就是平常会做的作品。那这个外面可能比较闻不到，因为平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创作。那它以后会发展成可以有一些有发展，然后有一些可能，因为我自己的作品可能有好几百种，平常就是在做的。然后这个是那个中药行的味道。可以闻闻看，对啊，这就去中药店啊，对，有没有很补的感觉？看，有，其实动补呢，你知道，就是因为哈嘎尼特白其实很柔，我们哈嘎讲很柔嘛，就以前都会去中药行，然后那个落地地图有很多柜子，一嘎有冇嘛，然后用信上让你嘎柔个有冇，俩是黑。我很冲突，我今天很冲突我根本皮头冻都该眉头，都阿婆该眉头，都连行来跟阿皮进驻奶茶是。天哪，这个是一个好有趣。其实香海无涯，它可以就是呈现出很多对我们的环境啊，或者是我们生活上。然后这个是晒过太阳棉被的味道。我超爱晒过太阳的棉被，如果不是的话。台卡一地毛，你有晒屁，你知道晒屁就是屁有你懂，你台湾而且可以杀菌，然后那种晒腿狗熊摸起来烫烫的，是热烘烘的，然后也会有一种觉得是农村干母系，也是一种时代，因为现在不会再晒棉被啊，是啊，真的很太阳这个什么叫做你台盖母水就会亮，是有热烘烘的感觉。是谁会想要把这味道放在身上？你跟我说是谁？其实就是一个创作，动有意思好吧，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晒棉被。但是它如果用在空间，你会觉得很舒服。对，就是比如说就是接连好几天都下雨，那如果你把它用在空间，你就会觉得哇，出太阳了。对。用心配伍就是爱求动拍摄，因为基本上大家小感都是爱感应都该皮，你讲，你讲大家有兴趣。其实我们是不是今年这是什么味道？这个好紧张。削铅笔，小时候，现在都没有削铅笔机嘞。小时候会这样子刷，然后还会被削铅笔机夹到，有没有？我知道这对，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有削铅笔机，哇，是我国小的第一台。我到现在还留着，可是给摆台的已经不能转了。我有发现一间可以修削铅笔机的店，可是我发现他说在台南，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把削铅笔机带去台南修。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些很怀念的味道，对，小时候的味道。乡亲陪我其实其实来讲，特别老大家都少改嘛改品牌改香水，其实主要是老大家都讲，就是有时候香气会带给我们，有时候在有一个
生活里面不同的感受，然后是某种改沉淀，对不对？某种改性情，啊，今天特别绕墙雨情，我都两边都抬高小改是第一个，哇，其实聊到有秀米准备每首得打不你抬高动作膝头改木头，吼，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情感的连接，是，因为现在的时代可能。失去了很多以前怀念的东西，那可以透过想起把它找回来。因为系讲大家一半，聊下大家一半有类倾向每个世界会上多，比如说玫瑰，对不对？很多时讲花就是不同的发香，那有时候你不太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但你知道它很有香气，没有错。可是见不见到大家在分享的，真的就是跟推翻又非常轻改连接改尾随，今年的博览会，世界博览会在大阪，是，松柏一百斗杜拜，好，那虽然讲大家还可以有动模，还讲还可以动建议大家去，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推板馆，我觉得在里面可以让全世界人如果去逛了台湾馆，你就会知道哦，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岛屿。那这次在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些香气，闻到这些香气，看到这些香水虫哦。我要哭了，是多想让大家认识台湾啦。对，因为这个香气就是进去2楼的时候，因为它有1、2楼嘛，然后2楼的时候它有一个影像是在演示台湾的山林、台湾的山脉，然后就是从高空拍下来。其实当你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闻到那个来自于台湾的味道，比如说台湾的阿里山啊、台湾的山木啊，你会觉得哇，我一下子好像就到台湾了。其实，在当下就是那种情境的感觉。那如果今年我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去日本参加那个博览会，然后我到这边然后拍照，是可以传给你看吗？对，到此一游，我可以有来这样证明一下。莫来，这是开玩笑，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好棒的分享。是所以其实就像你刚刚讲高山啊、山林啊，我觉得也推翻了这岛屿的独特。对，因为尤其是高山，所以台嘎里头，我觉得厉航海世界他们的风景很漂亮，但是很少有国家会像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山这么高，然后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你知道的起伏，很多地方是丘陵啊等等。哇，西给抖动，有太多事情很想跟雨晴好好说台嘎分享。不过我就先简单讲，其实温和的味道就是入门款。如果你不太知道怎么选的话，先找温和的味道来入门。是，像大家会比较喜欢我们的味道，主要是因为它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因为我们亚洲人就是个性就是比较优雅、比较低调。那如果我们在使用欧美的香水，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有点像我们穿貂皮大衣或是豹纹，那很不适合亚洲人。那会不会他闻我们就说，你这他们会不会讲？也许他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淡？对呀，或者是说，完全肥皂吧？对，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亚洲人就是会有那种就是独自散发出来的那种很内敛的魅力，我觉得就是这种表现，也是找到自己的个性嘛。对，好像变成自己的一个外衣，自己的一个品牌，所以也不是又嘛改喉老法，也是亲手去干好改尾随，变成自己的喜欢的样子，这是最重要的。从不过拱斗俩，其实因为最后，那我就简单跟大家讲，这里面是没有定香剂的。对，我们没有使用定香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敏感体质，所以就是有用一些就是外加的一些原物料，我自己就会过敏。那再来就是我想要保留原料它原本有的特性。那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这个香水我使用跟你使用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跟我的温度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体味也不一样，所以其实唔係講是總解香水，總解呢種解效果是會強柔，你容讓愛容冇強柔，也許那個第一名在我身上用起來，可能就沒有你用的那麼好，對不對？那也許我比較適合阿婆蓋母水嘛。其實都會有不同的個性表現出來。今日東方喜雨晴走在樂度兩片，然後大家的分享這麼棒的香氣跟這麼棒的知識，這樣子，謝謝你為台灣研發出這麼多跟台灣有關的香氣。好啊，希望大家嘅強柔收播動態，聽聽下來，你強下來做論壇了。เรา將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宿勤雜，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勤雜分享出去俾大家哦。